美股下跌，美國國債債息上升，同埋美元轉弱同時出現，呢個或者反映咗投資者正喺度分散配置，去減少對美國資產嘅依賴。其實由年初到而家，我哋留意到有部分資金由美國股票流向國際市場，亦都有從增長板塊轉投價值型板塊。呢個趨勢有可能會持續，因為投資者或者尋求透過部署於唔同地區同埋行業分散風險。由於唔同市場正面臨唔同程度嘅關稅壓力，投資者應該擴闊視野，從環球市場同埋行業中捕捉機遇。記住，唔同變化嘅貿易政策對唔同市場、企業同埋行業都會帶嚟唔同嘅影響，當中可能會有啲表現好啲，有啲會表現差啲，所以由下而上嘅選股方法變得更加重要。由於前景多變，主動管理喺應對市場波動同埋不確定性嘅時候，將會顯得更加重要。想了解更多資訊，可以嚟我哋網站睇睇。